闽南语拼音练习单词章编读，人工出版社出版。第二部分：闽南语拼音综合练习。读讲练习。第一，即句安怎读？满面春风，满面春风。第二，这安怎读？轻声细细，轻声细细。第三，这安怎读？东山再起，东山再起。第四，这安怎读？莫名其妙，莫名其妙。第五，这安怎读？十二指肠，十二指肠。第六，这安怎读？光明正大，光明正大。第七，这安怎读？一刀两断，一刀两断。第八，这安怎读？三国演义，三国演义。第九，这安怎读？人命关天，人命关天。第十，这安怎读？先见之明，先见之明。11，这安怎读？千辛万苦，千辛万苦。12，这安怎读？六法全书，六法全书。13，这安怎读？三长两短，三长两短。14，这安怎读？天时地利，天时地利。15，这安怎读？十全十美，十全十美。16，这安怎读？先知先觉，先知先觉。17，这安怎读？十八罗汉，十八罗汉。18，这安怎读？力不从心，力不从心。19，这安怎读？中央山脉，中央山脉。20，这安怎读？四海一家，四海一家。作者陈树忠，校对者陈金泉，人工出版社出版。